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2月25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中西区公所伫中央甲市府文化局的指导，出了一本手绘本，叫做《府城100年爱的足迹》，上午正式举办新册发表会。这本册是用100年猫咪甲台南查甫囡仔作为主角，透过简单的文字甲活泼的图画，其实是描写中路教会伫台南历史的痕迹，嘛借此启发后世代更关心城市发展。府城100年爱的脚业这本绘本是中西区公所年度重要的出版册，以长命百岁的猫咪露露甲台南的小男孩阿宝为主角，用因纯真的视角甲互动的对话，带出西方宣教师为台南府城努力奉献的故事，并且伫上午举行新册发表。这本书，是描绘我们过去台南的一段历史。好，借着这个猫咪露露跟这个小男孩的这个互动的过程，点出了许许多多让我们很感动的这个故事。包括巴克里牧师，包括玛雅各医师，包括甘维林牧师。他们都对台南有深厚的爱，而且有做出重要的贡献。借着王子硕老师他的一个笔触能够鲜活的点出了这个台南过去的历史。你要说图片看图说故事，你要说照片也会说话，但是我真的更感谢王老师他这本书里面的这个鲜活的这个主角。我相信在这个书里面，这个玛雅各医师是活起来了，然后巴克里牧师也非常活跃，这些，我觉得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的。发表会中包括市长吴伟铁以及作家王子硕、甲画师青叶维、文化局副局长陈小成、中西区长萧泰华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里长甲学校的校长拢到场出席。中西区长萧泰华表示，这本绘本是区公所去年与神同行2.0的社区营造计划重要的出版，未来将分散各区图书馆甲学校，提供民众来借阅。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普利关怀协会长期以来照顾一个特殊困境的家庭，提供救助甲物资，得到社会肯定，嘛带动一个团体纷纷加入行善的行列。协会为了扩大运用这爱心资源，3年前成立食物银行，提供需要民众免费来提。普瑞食物银行的工作同仁，将募集到各企业赞助的物资整理好，放伫咧协会门口冰箱，等待有需要民众免费索取。安尼除了会当帮助到有需求的民众，阁会当减少食物的浪费，将简单的食物化为无简单的爱。我们普利关怀协会呢，这5、6年来呢，一直在关怀弱势。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有时候呢，给他真正最好的帮忙呢，最适当的帮忙呢，就是提供食物。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在2019年，也就是在108年的11月份开始呢，我们就成立了食物银行。那希望借着食物这个媒介呢，能够关怀更多社会的这些边缘的一些家庭呢，所谓的脆弱家庭。借着这个食物给食物的这个媒介呢，能够真正发现他们的问题所在，甚至给他们一个引导。所以呢，食物银行呢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协会长期默默付出，嘛得到真侪民众以及企业团体肯定，做伙家己志工甲捐赠物资的行列。我看到我们的许多邻居，他们真的过得不大好，所以有一天我发现普利在这边设了普利，然后把这个有许多的食物
我的东西让他们可以分享给他们，所以他们都很高兴的，来拿。我觉得这个工作这个单位非常好。很多的企业就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啊，甚至像家乐福啊，他就把一些即期食品呢提供给我们。我们经过社工的整理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些食品呢，快过期的呢，当成另外一个公益品呢，转赠给需要的人。好，否则的话，在超市里面可能有一点苹果有一点撞伤，它就会丢掉。但到这里来，我们不会把它丢掉，我们不会把它重新整理，然后给需要的人。埔里食物银行目前伫咧新营区以及东区拢有食物银行的据点，未来伫嘉义区的据点嘛正咧筹备当中。目的就是希望会当照顾到更侪弱势边缘户。埔里关怀协会嘛欢迎想要捐赠物资，也即是有物资需求的民众，前来台南市东区大东路2段61巷6号询问了解。埔里社区冰箱，简单的食物，不简单的爱。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好，谢谢。为鼓励南区、安平、甲东区21间国中小的清寒学生，议员林美燕结合民间社团甲爱心协会，推动台南市富康学业进步奖助学金。只要一群学生的成绩进步，拢会当提出申请，金额对1000到3000块不等。台南市议员林美燕结合妇女联合会甲康芳镇慈善爱心协会，长期关心照顾南区甲安平区的学童。除了连续6档举办寒暑假的中餐助动计划，今年更加设立台南市富康学业进步奖助学金，希望鼓励清寒的学生打拼来读册。2个理事长他们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一般的奖学金一样，我们要跳脱，我们要的是小朋友能够一步一步的进步，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一开始是谷底的成绩。但是如果人家给你鼓励一下，搞不好你会进步几分，你会对自己更加有信心，然后慢慢，有一天你也会达标的，也会达到天花板的，所以我们的康环金慈善爱心会跟我们护理联合会在今年成立一个台南市护康学业奖助金进步奖学金进步这是进步奖只要你跟你的成绩，比上学期有进步的，我们就会换奖学金给你。我们这个奖学金真的就是要让孩子保持一个高度的一个学习心，让他学习中，我受到肯定，我的学习会更加进步，那我会从学习之中得到乐趣。那他这个高度的学习心是一个持续到他的未来。不只说在这求学阶段，到他以后的社会工作者，他还是一样都会保持这样的高度，而且感恩的心。所以这是我们的护理联合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了打破传统奖学金一定要有好成绩的限制，台南市富康学业进步奖助学金，只要成绩有进步5分以内，国小1000块，国中1500块；进步6分至10分，国小1500，国中2000；进步10分以上。国中有2500块，国小2000块，包括南区、安平甲东区，总共21间国中小学拢会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日期到3月19号截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台甲永丰银行合作开办债务金融以及金融业首创的金融科技甲资讯工程这2大硕士专班，双方就希望共同培养跨领域的金融人才。25号上午正式签约，场面相当热烈。丰产硕专班正式启动。永丰银行2017年起，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有计未来3档达成运用 AI 人工智慧提升营运效率，培养所有金融团队，甲打造金融生活圈顶目标，并为了促进学用学益，成功大学甲永丰银行开办产学专班，目的希望会当培育更侪会当跨越沟通的所有金融人才。我们2个产硕专班的设计，从作为金融人才来看，可以只是一个班。但是我们照顾到了从原来比较多基本上在财务金融已经有背景的同学，能够去纳入、去吸收他在科技上面的需求。
那换一个方向来说，由资工系启动的领域呢，就必须去完整的在培育出原来也许在金融领域已经有一些背景，不过在科技的成长上面，以及那个技术的连接跟应用上面，还没有那么样的完整或者那么样及时到位的一些背景。这个在精神上都花了我们几位主任，还有我们相关参与的处长们，许许多多的时间，我要衷心感谢。因此，这个场合其实宣示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台湾最重要、最优秀的大学，能够跟银行一起努力一个新的里程碑。跨领域的人才，也就是我们在谈说拍型人才，就是那个 great 那个拍就是上面横一样代表沟通，但它需要两个支柱，跨领域的专业去能够成就整个未来国家或者整个产业、整个社会的推动的力量，是需要这些 talent， 它需要这个更足够的这种跨领域的这个知识型。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今天所谓的这个产硕专班这个概念出来。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产硕专班不像以往的产硕班，就是说，你就透过跟这个资工学院还有管理学院两位院长呢，互相这个讨论很久，你希望都能够成立所谓的这个像这些资讯还有管理的跨领域的人才。成功大学甲永丰银行共同开办的产学专班，自今年3月19日起启动首届招生报名，9月正式入学。总共有财务金融专班名额10名，金融科技甲资讯工程专班名额12名。专班学生除了有安排寒暑假到永丰银行实习，也则是提供论文研究等资源。实习表现优秀者，阁会当提前得到聘用机会，一毕业就会当马上就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市各大建筑工地立体化，现在已经是城市美观改造一部分，甚至也有比赛。历史教育局嘛将永福国小顶13个工地围篱，用学生调种画作来装扮，将围篱变成艺龙同款，做回来看卖。来到永福国小，看到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老旧校舍的重建工程。原本工地围篱应该是铁板，不过现在却变成有台南特色景点、有节庆、有丰富物产的画作来改装，除了让学生下课会当欣赏，来学校运动的社区民众嘛当停下脚步，意外让围篱变成艺龙同款。我觉得对整个校园来讲是很有加分的作用，主要是第一点，它是把我们台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东西一些景点美食呢，都在我们的这个工程围篱美化工程里面出现那其实呢，孩子一开学就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整个校园又变美丽了把原来丑丑的工程围篱呢，一下子变身为一个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个我们在地特色推展好的一个所在啦。根据教育局表示，过去因针对工地围篱拢会请人来画，只是较大版。即摆特别用儿童文学创作专辑《小黑皮》当中，为我家乡争夺比赛3600作品来重点，目前一定伫全市13个工地来布置一举两得。学生的好的画作，在我们小黑皮的封面，或者是我们画刊里面的好的封面的画作，一共有36幅，会提供给我们的工地来做一个使用，围篱上来做刊登。
那以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在全市有13处的部分，有36幅美丽的画作，都会呈现在市民朋友的面前，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在看到我们市府的重大政策的建设以外，还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学生有好的艺术教育的带领之下，好的画作。教育进一步表示，除了担市政府的建案，其他机构若需要用到学生的画作来布置工地，拢会当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一种真好的城市行销甲装置艺术。台湾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学校要起一个体育馆，因为经费庞大，所以为了增加学生的运动环境，现在拢是以正式风雨球场来运营。当然，各县市拢会向中央争取。咱台南吴市长嘛组成台南队，对上年到今，包括市府加码已经争取到23间的学校设立。为了争取学生伫校园有好的运动环境，唔免吹风拍日，买当运动。市长黄伟铁甲在地立委组成台南队，对108年开始，已经向中央争取20间学校有半户外球场。咱市府家己嘛开钱加码补助3间学校，到达总共23间学校，预算已经破2亿外。而且未来风雨球场嘛用伫各校发展的特色来设计。同时，正式太阳光电一机设定，一共23座来做，今年会全数完工。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半户外球场除了说能够提供最基本的功能以外，也跟校园的美学做结合，跟地方特色做整合，来设计这个屋顶。那很多学校也都发挥它的巧思跟创意。那我们希望说，未来半户外球场完工之后，后续还会结合太阳能的光电来做我们的太阳能光电，那预计会有10 MW 的一个发电量，这个对学校来讲也是一笔很不错的收益。经过了解，受政府补助的风雨球场23间，已经有14间完工，其中画面当中的新南国小则预计今年底完成，其他包括南兴国小、安南国中等8间，上紧伫今年顶半年得当完工。咱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基比夏中心去年12月初启用产后护理之家以来，备受外界好评。而且因该护理之家嘛发表因结合现代医学、中医药甲营养学所推出的做月内餐点，强调饮食调理一定要分阶段。做月内拄然是传统的习俗，对真侪产妇来讲，调整体质更袂当疏忽。其中要安怎食？基比夏中心去年底拄启用的产后护理之家，除了推出各种高纤维、优质蛋白餐点，嘛加入中医的概念，强调饮食调理包括病补甲温补，一定要对排毒恶露开始分阶段，临时男做伙食。那把恶露排干净的这一段期间的话，其实他们妈妈也有同时也有哺乳的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说生产完之后，他们的消化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着重在于说他的脾胃消化功能的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当他脾胃调整好了，然后乳腺通了，然后恶露这样大致上也排干净的这个阶段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开始进入比较滋补的阶段，然后这比较滋补的阶段就是针对就是说，他的子宫卵巢的功能的这个恢复，伤口那伤口也大致恢复了嘛，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全身气血、阴阳还有筋骨的这样子的一个调整恢复，那去避免一些例如说体力不支啊，或者是说一些腰酸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护理之家除了注重中医调理分阶段养生概念，另外连点心嘛只用心甲基比食品合作，开发出甲过去无同款的碰饼包卵，就是用牛奶蛋液所做的蛋挞，强调加油。月子蛋挞部分，像是我们是用一些牛奶或者是说蛋液加在一起，然后去做烘焙的，里面真的很少的油。那如果妈妈说怕胖的话，其实这边这个蛋挞它的热量比较不会那么高。那还有其他像豆乳布丁啊，或者是说抹茶豆乳布丁，这其他的选择是以蛋白质为主。然后因为我们目前妈妈的话饮食上比较会注重在高纤高蛋白的饮食，所以点心的部分会以蛋白质的部分做补充。辛苦的产妇伫专业的医疗作为后盾，加上专属的中医调理加营养食补来做月内，相信互产妇会继续放心。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
为了鼓励媒体制作优质的儿童少年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基金会特别选出5粒星节目，同时对来宾选出6个大奖来公开表扬。其中由公共电视台所制播的《青春发言人》，除了得到5星推荐，嘛得到总价数位企业特别奖。莫插别人安怎讲，讲我想要讲的话。青少年关注社会议题，却没有足够的发声管道。公共电视台制播的《青春发言人》就特别以国高中生的视角来深入探讨跟青少年相关的各种议题，也积极从新媒体管道来吸引更多青少年观众。在台湾做儿少节目的资源真的蛮少的，然后也有点辛苦，因为我们节目除了在电视的平台播出外，就也非常努力，就希望能够在 YouTube、IG 甚至脸书上，就是也能够找到更多青少年观众。那我觉得这个尝试对我们来说是蛮新的尝试，所以做起来特别辛苦，所以能够得奖会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也被鼓励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我们节目会大量的去拍青少年，就是我们访问或者是我们所有的故事都是以国中生、高中生为主角。那我觉得，因为讲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不会像可能在 YouTube 或电视上他看到的都是成人，他可以看到他跟他同年龄的人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的故事是什么。那在 YouTube， 就是我们也很努力去，就是我们要找一些名人或者是艺人、明星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努力的去找他们现在在看的 YouTuber， 就是不会是去找电视上的歌手或什么的，我们会很努力去找他们现在喜欢的 YouTuber 啊，那才是他们生活最常接近的嘛，对。其实最重要，我觉得是更希望有更多人来做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当越来越多人或是媒体，就是或是电视台，然后或者是甚至 YouTube 的网络的平台 OTT， 大家愿意更投注资源在儿少节目上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引发一个好的循环，就是有越多的资源，就会有越多的人才投入，那就会创造出越好的节目。然后我觉得儿少节目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也非常希望未来真的能够我们做的节目能够让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都非常愿意收看，因为可能就是真的是为他们而做的节目这样子。节目单位投入心血制作儿少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少5星节目，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同时，媒观也特别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持续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5星奖活动，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天气，温度20度到26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2月25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